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台北捷运有规定，袂使食物件，甚至袂使啉水。也毋过，这种的规定敢有合理呢？一直拢有争议。像昨有民众讲，伊听到车厢咧放送，讲有人啉水，结果是出动着保全来抓人。这是毋是小题大做？杀这个台阶用牛刀咯？台北捷运批回讲，因为当时车厢内有其他的乘客来反映，才会来放送，提醒大家。 台北捷运四界拢有禁止饮食的标志，不过若是违反规定，恐惊会开袂少钱。一旦跨越这条局限，千万不要因为太口渴而不小心喝了保特瓶里的水。但如果怕自己真的忘记呢，最好是丢到旁边的垃圾桶。 有民众伫咧社群铺文讲，昨坐捷运，结果听到车厢广播，请保全到第5车厢，因为有乘客伫咧内底啉水，互伊讲敢有遮尔严重？这个铺文就引起讨论，就有其他民众认为这是摕一个鼎去撒一粒鸭卵。因为我原本不知道不能喝水，我以为只是饮料那些不行。昨天看有一个就有人就提醒我，不能喝水，我觉得不是很好，因为有时候就是嘴巴会干呐，然后会想喝一点水。台北捷运回应，因为有乘客是无线电反映这个情形，嘛通报监控中心，嘛透过广播甲其他的乘客说明启动无线电的原因。实际上，若是伫咧捷运内底食物件，上悬会当罚7500块。不过身体无爽快，需要啉水、食药啊，就无准算。不过其实毋是干那台湾有一款严格的规定。 新加坡的捷运嘛真发达，不过因的规定除了禁止饮食，嘛袂当早榴莲。若互发现，可能就会罚款新加坡钱500块，大约是新台币12000块。若香港同款是禁止食物件，若是违规，就会罚新台币8300块以上。若是日本、韩国就无强制规定。伫咧台北捷运到底敢会当啉水，对乘客来讲是两边的看法拢有。不过当然也是先遵守规定，较免甲钱袂得过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